新年剛完成2次賽馬日，今次我們談談練馬師王。年初6練馬師王係羅富全，開飛賠率6.5倍，值博率非常高。過去10次練馬師王都可以估中7次，什麼原因？大數據、人工智能分析。坦白講，數據係唔少，智能分析仲未用到，遲下或者有。人嘅智慧喺選馬方面仲係好重要。練馬師王數據係咁樣嘅，經過49次賽事，平均勝出率係10倍。佢嘅分布係咁嘅：廖康永、方嘉柏都有6次，蔡約翰、沈集成同埋呂健威各有5次。呂健威近期表現比較出色，近10次有4次贏咗，平均賠率都有11倍。尤達明近期跑馬地勝出次數2次，賠率平均都有22倍。呢啲都可以參考統計數據。最後我講下選馬嘅關鍵點，留意熒幕。